最近这几年来，蜜蜂大量来消失，除了极端的气候，除了着病之外，真有可能就是农药中毒。2008年，美国有针对花粉来做调查，结果有99%的花粉拢有农药的残留。蜜蜂真有可能就是食到有毒的花粉，怎啊来起小、变戆，甚至死亡。这应该就是蜜蜂大量消失的秘密。 他都是不会讲话，会讲话的时候，他是会讲话说，我现在我很痛苦，很难过。他站都站不太稳。蜜蜂一旦减少，这些功能都失调了。是啥人互蜂凭空消失？这一收大概是4万只至5万只，毛茸茸的。 你看，这要不要拿一团回去？这个改良出来的蜂种。这天，阮来到宜兰的饲蜂场，蜂农黄东明的家族世世代代饲蜂，伊对这蜂箱来提出一片蜂嗅片。之前蜜蜂更多的时候啊，是不是量都比现在看到的还要多？更多。 黄东明目头角角真无奈，因为蜂大量消失，蜜的产量嘛少去啊，政府无乐观，对加比行政到蓝莓、全球3分之一的作物拢是靠蜂授粉，敢是环境的破坏杀害这的蜂呢？化学药剂，把它的整个环境所造成的它的这个采蜜的栖息环境受到严重的破坏，一年比一年的更困难。 在美国蜂授粉的农作物产值每吨是高达150亿美金，但是调查显示，对2006年开始，大量养殖蜂群先被消失。1947年，美国500万的蜂群，逐吨减少，到2014年降到250万，足足减少一半。有人说是它有病虫害，也有人说它是因为有一种低毒性的农药。 虽然不会马上杀死它，但是它会迷失方向。当蜂大只出售采蜜前，因的试杯还是定位在外头采完花蜜收工倒来，这蜂血干盘会翘尾啊，散发着费洛蒙，引导蜂归收。蜂用因的身体语言沟通，即马嘛用身体语言无啥抗议。 用的农药是伊达胺，伊达胺是类尼古丁药剂的一种。这种叫做伊达胺的农药会对蜂造成什么影响？咱透过实验找答案。实验发现，啉参有伊达胺糖水的蜂开始抓狂，腹肚无停的抖、喘，伊痛苦的震动伊的触觉，失去飞行的能力。中毒的蜂连翻身都有困难，伊努力的爬。 温量乱飞。那个类尼古丁药剂，它是跟神经系统作用，它现在有点像是嗑过头，很像喝咖啡一样喝到爆掉。水里面其实残留量都蛮高，因为它见太阳才会分解，所以其实环境里还是有，他们可能喝个水都会喝到。经过久长的等待，农委会总算决定予伊答案，专门禁用伫奶子甲灵应这两种作物顶面。不过，这敢真正会当挽救这个蜂呢？ 它附近的作物如果还是有用类尼古丁药剂的话，它们其实还是有机会会碰到。现在除了伊达胺，还有其他的农药会伤害蜜蜂的？几乎农药都会，只是剂量的问题而已。蜂有授粉甲采蜜的重大责任，为着不爱互这个蜂陷入险境，蜂农甲果农之间必须要配合。整个园区，尤其在开花期，绝对没有喷农药。要喷药，它会特别和这些蜂农来做沟通。 农药、虫害、疾病甲极端的气候种种的因素加起来，或者会蜂用消失器来发出求助信号。因为人类革命古老的工作，为农作物授粉，维持生态平衡。若是有一天，这一切全部拢消失去，咱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款？